喏，快快上来，拉叉姐黄金手的，哟，真嗨，这个，哎，不个正经帮人啊。上不来，拜，你哪得的讲？不管上边高了还是天涯海角，不管海口实力还是地老天荒，哎，不在乎去哪晓得啊？哎呀，哎，那么谁看啥人把我个金子再动？那个三把眼狼，只有碰上铁公家掉么6万5。那没老家，一吃一只高来工，我有去吃点心，天津吃啥个点？那么来份三花面，鱼手是啥？当吃为高了，一吃一只高来工。今晚我收了手，今朝请来吃三煎面。只有块焖肉啊！那唯一一个人，焖肉酱丝三煎面。你今朝也吃馄饨啊？那是结婚年过年，你不晓得我会去吃啥个？那不晓得叫香烟来最晚。我来谁做馄饨？我跟你讲，挨打个面，一根一根侪是定做的。面不中国面粉，烧火鸡呀。从头一根吃到阿么一根不会长的。埃面个小小馄饨肉多，它也是一个。我不吃饭啊。焖肉酱双煎面。我下来下去比办公了，活人为害。你这个，事业谁是啥？你那个种火辣子，我都不晓得啊。吃光了，对。不跟你那讲，预算只有40块万。你那里还米是高米的，馄饨还高的，馄饨大高的。张黑这么忙吃米的。